我今天特别选一段经文呢，要跟你们一起分享。怎么样在这个新的一年去经验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上帝要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呢？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有一句话，希望成为你们在今年可以去领受的祝福，就是耶稣说的，他要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要把上帝的祝福要倒在我们的怀中各样的祝福，特别是在爱里面，我们愿意去祝福别人，去给别人，上帝用加倍的恩典来还给我们。那我盼望我们今年一起来领受这个神的祝福，好不好？那用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去经验。在这个经文里面呢，路加福音第6章35到38节，耶稣期待我们，首先他期待我们成为至高神的儿子。他说：“你们必要做至高者的儿子，就是上帝的儿子。”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自己呢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也希望我们也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子。我们会这样想：耶稣才是至高者的儿子、孩子。耶稣是上帝的孩子，我们不是。我们是我爸爸妈妈生的，我们是土造的，我们会有非常多的人性的软弱、生病，甚至死亡。但是耶稣说：“不，你们也要成为至高者的孩子。你们要怎么样才可以成为至高者的孩子？如果你们不是至高者的孩子，你们就不能在他的国度里面，你们不能进入到他永生的国度去。你们必须要成为至高者的孩子，你们才可以进到他的国度里面去。那怎么样呢？耶稣教导我们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经验到上帝的爱。这个耶稣讲的有4个方面，那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细一点来思想。整个来讲，耶稣要我们去学习天父的美德，他的品德 ，V 点，可以这样讲吗？他的也 V 点，他的美德。上帝的美德是什么？他喜欢去祝福别人，用慈爱、慈悲去祝福别人。所以耶稣要我们去学天父，那你天顶的阿爸，学他的美德，他是怎么样的爸爸？我们要像他，我们才能够称为他的孩子，因为我们不是他生下来的，我们是他造的。我们跟他和耶稣跟他不一样，耶稣跟他是同一个本质，我们跟他没有血缘关系，我们是 kill 掉，是领养回来的孩子，我们不是他本来跟他一起有同样的血缘的关系。当然，上帝没有血缘，对不对？但我们用人的方式来解释。所以耶稣说，你要像天父的方式，不是因为你是被他生下来的，而是因为你的品格、你的内在世界像他。如果你不像他，你不是他的孩子。所以我们常常许多教是让你讲哦，伊就像因老爸啊，像老爸是什么意思呢？是生了就像诶。还有呢，他的性情、他的做事的方法跟因老爸就像诶。所以耶稣是在这个意义底下说，咱不要就像咱的天父，因为我们的性情跟他很像。那耶稣怎么样介绍咱的天父他的性情呢？他说，这位天父是一位他喜欢恩待别人，恩待什么人呢？恩待忘恩的，还有恩待作恶的。然后耶稣说：“你们要仁慈，你有仁慈，像你们的天父那样的仁慈。”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当我们对人好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会期待回报啊。有的人会期待，当然有很多人他们不会期待回报。但是我们可能会想，我对你好，你不用回报我，但是你可不可以去回报上帝呢？你可不可以因为我对你好，所以你会感受到上帝的爱，你愿意去相信上帝，愿意去敬拜上帝呢？耶稣说呢，孩子，你错了，你连这个都不要期待，你不要期待你对人好，他会对你好，或者呢，透过你，他去对上帝好，他愿意信耶稣，他愿意去教会。耶稣说，连这样的期待呢都不需要，
因为我们的天父呢是一位怎么样的天父？当他对人好的时候，他对人没有任何的期待。他假设人不会回报他，但是他还是要对人好。所以耶稣要我们以天父为标准，不是以牧师为标准，不是以长老为标准，以天父为标准。天父他喜欢对人好，而且他觉得，假设你不会回报他，他还是要对你好，还是要对你仁慈。所以耶稣要我们效法天父的美德，天父的美德在哪里？美德呢？当他给人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我可以收回什么好处，我可以从这个人得到什么好处，我要投资多少钱在他身上。天父从来没有这种考虑，他觉得我就是对你好，我知道你可能不会回报我，我还是要对你好。所以耶稣要我们效法天父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个性。然后他接下来他用4个词，2个负面的，2个正面的。这2个负面的呢，第一个是说不要审判人。我们的这个国语的圣经翻译成不要判断。那其实英文的意思是不要审判，不要像一个法官一样去审判别人，也不要定别人的罪。那审判跟定罪是谁的职分呢？是谁？上帝，是上帝的职分。是什么样的人应该被审判呢？有罪的人才要被审判，对不对？那什么样的人要被定罪呢？做错事情的人才要被定罪。那耶稣说，我们虽然是天父的孩子，可是呢，我们不可以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天父做的。我们的天父是一个王，是一个法官，是一个国王，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是公主，我们是王子，可是我们不是王，我们没有权利去审判别人。所以只有天父可以做到审判，公平的审判。为什么耶稣叫我们不要去审判别人呢？因为我们常常带着很多的盲点，对不对？我们觉得我看到他做错事情了，清清楚楚被我抓到了。但是呢，其实我们可能会搞错事情，我们有很多的盲点，我们有很多呢看不见的地方。只有这位天父上帝，他可以无所不知，他可以看见这个人做错事情，从里到外，从动机到行为到结果。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错掉的事情，或是邪恶的事情？只有天父可以完全的来考虑，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常常只能从一个角度去看到，我们就以为我们有权利来审判他。所以耶稣要我们呢，不要去扮演天父的角色，不要扮演一个国君、国王或者法官的角色。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我们不要对人审判。当人家做错事情的时候，当人家得罪我们或者得罪别人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去审判他。那意思并不是说这个人做坏事没有人管他，他爱怎么做坏事就怎么做。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大审判的宝座，所有的人都要来到那个宝座面前，面对上帝的审判。只有那个审判是公平的，是公开的，是全面的审判。我们没有能力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耶稣要我们不要做这件事情，让这个审判的权利呢交给天父上帝来做。那上帝是公义的，他如果做坏事情，上帝一定会去审判他，会定罪他。但是呢，我们不要这样做。当耶稣接着说呢，如果我们不要这样做呢，在将来我们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上帝可能会对我们网开一面。你喜不喜欢上帝对你网开一面？当我来到上帝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心里面好紧张、好恐怖、好恐惧。我会希望上帝呢饶了我、原谅我，因为我在怎么样的软弱、怎么样的无知当中做了那件事情。上帝可不可以原谅我？上帝非常可能会原谅我们，因为呢，他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呢？上帝也要怎么样对待我们。如果我们不审判别人，上帝会对我们网开一面，会怜悯我们。在古代呢，有一个故事呢，
是发生在沙漠当中的。在古时候有沙漠的基督徒，他们在那里修道。有一个人叫安东尼安东尼，他是一个沙漠里面的教父，他们都称他为阿爸。刚才台湾为就显为阿爸就是导师的意思，或是师父的意思。这个阿爸安东尼呢，他在训练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叫做亚摩纳这个名字都很难记。亚摩纳，那他就有一天，他跟亚摩纳说：“你去外面呢，把那边外面那个石头，你去击打它，把它打碎掉。”那亚摩纳就照着他师父的所讲的去做，就把那个大石头呢敲碎掉。然后这个师父安东尼就问他说：“石头有跟你讲话不？”他说：“没啊，那有石头那讲话。”那他说：“没有啊，他没有这样子做。”那这个师父就跟他说：“你也照样这样子你也能够做到这样子。当别人击打你的时候，你好像那个大石头被击碎掉呢，你好像石头一样，你也不会讲话，你也不需要去回应。”好，这个徒弟呢就听懂他的意思了。那意思就是说呢，当别人犯罪得罪你的时候呢，你好像那个石头一样，你不要去定罪，不要去指责他。后来这个学生呢，他有一天成为一个牧师了，成为一个主教。那很多的会友呢，就带着一个年轻的少女到他的面前来，他们就很生气说：“这个亚摩纳，你看这个牧师亚摩纳，你看这个年轻的少女，她没有结婚，她就怀孕了，肚子大大的，你看要怎么样去处罚她呢？你来定她的罪吧。”那这个亚摩纳呢，就走到这个女孩子的面前，大概未成年就结婚了，他就走到她的面前，他就在她的肚子上面呢画了一个十字架，然后呢，他就吩咐周围的人说：“给这个女孩子呢6条非常漂亮的布给她。”他们就说：“那不重起来，为什么要给她6块布？”他说：“你没有看到这个女孩子呢，她快要死掉了。她非常的可怜，她还要生孩子。如果她死掉，或者她孩子死掉呢，她可能没有布可以去包裹这个孩子。那给她6块布，送给她吧。”那这些人呢就很不服气，就是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怎么可以做这样子？应该要惩罚他，他犯了那么可怕的罪，那么可恶。这个阿爸就告诉他们说呢，他已经快死掉了，我还要对他做什么呢？然后他就跟这个少女就说呢：“你回去吧，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从那以后呢，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就再也没有人去控告别人，控告别的长老，控告别的他们看到是犯罪的人。所以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呢，当我们看到别人的软弱，看到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不是都不要讲话，而是我们不要那么快的下判断、下审判。我们需要把审判的权利呢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去定罪别人，因为我们可能完全搞错事情了。当我们觉得我们很清楚我们要指责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完全搞错事情了。那我们最好是把审判的权利呢交给上帝。耶稣又讲了2个正面的应用的例子，这2个呢，一个是饶恕人，一个是要给人。为什么我们要饶恕人呢？因为那个人得罪了我们，对不对？他可能伤害了我们，他可能让我们非常的没有面子，他可能做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得罪了我们，所以我们才要去饶恕他，去原谅他。那当我们去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付上了什么代价？可能我的损害，它造成我的损失，我再也拿不回来了。可能呢，这是我的权利，我放弃了这个权利，那我失去了我的尊严，他羞辱了我，他伤害了我，我怎么可以不吭声呢？我怎么可以点点呢？那如果我点点，我是不是好像懦夫一样？我好像非常的没有办法讨回我的尊严。但是呢，耶稣要我们去学习
去饶恕人，因为天父也是一样的饶恕我们。当我们在对天父造成伤害的时候，我们让他损失了，我们让他丢脸了，我们让他羞愧了。可是天父用一样的方式来原谅我们，而耶稣自己作为至高者的儿子，上帝的儿子，耶稣也是这样的榜样。他放弃了声讨权，这是我的权利，我被剥夺了，我被伤害，我被侵犯了。我完全知道，我不是因为懦弱，我不是因为害怕，但是呢，我因为是上帝的孩子，我选择饶恕了你。不是因为我很伟大，我很高超，道德很高超，不是，因为我是天父的孩子，天父教导我这样做，要我去原谅，要我去放弃对我的权利的声讨声索。这是正面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饶恕人。第二件事情呢，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给人，你要给出去，你给出去，你就会被给，就会有还给你的。那这个给呢，是有一定的行动。基督徒常常会喜欢说我退离基督的恶你知道很大的困难，你有很大的需要，我不想要帮助你，那我的说法就是我退离基督我会为你祷告。耶稣所讲的给呢，不是为别人祷告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方式而已，而是有实际的行动。那是在物质上，在你的物质上面呢，拿出来给别人，而且是很慷慨的给。那没有期待回报，就像天父一样，当你给他的时候呢，你不要想说我要投资这样的人际关系，或者呢，我为了要带他来信耶稣，所以我要投资在他身上，对他好一点。耶稣要我们都不要有任何的回报的想法。假设我对他好，他不会对我有任何的回报，你还是要去给，而且很具体的在物质上面去给出去。上帝会回报我们，这耶稣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他说上帝会回报我们。上帝怎么样回报呢？上帝拿一个大大的升斗，一个大大的筒子，他说你把这件外套脱下来，把它绑成是一个袋子，然后上帝要把非常多的，好像倒米一样，倒玉米，倒我们吃饭的米一样，倒到你的这个袋子里面去，不断的倒，不断的倒。而且他怎么样？耶稣讲得很幽默，当上帝把祝福倒到你的袋子里面去的时候，上帝还摇一摇摇一摇。为什么要摇呢？那上面的可以流到下面去嘛，那空间可以更多一点，上帝可以再继续的倒，继续的倒，摇一摇，然后上面呢尖尖的，下面呢那个米是一直在流下来，一直流下来，摇一摇，然后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来祝福我们。好像我想到在旧约里面有一个路德记，有一个叫波阿斯，你们听过吗？波阿斯对路德的方式就是这样，路德就叫他拿那个袋子出来，然后袋子呢绑成一个大大的袋子，然后波阿斯把地上的谷小麦倒到路德的那个袋子里面，一边倒一边摇，然后让它压一压，可以装更多，装更多。上帝对待我们的态度就是这样，当我们想要得到上帝的祝福的时候，上帝要我们先学一件事情，你愿不愿意先给出去？你给一点点，上帝用更大的量器倒到你的身上，把更大的祝福要倒到你的身上去。他还说你还要带一个袋子来，把袋子里面的东西拿掉，他还连你的袋子都要把它装满，装得你满满的恩典跟祝福给你带回去。我在讲另外一个沙漠教父的故事这个故事都是发生在主后大概300多年的时候的沙漠里面，在埃及的沙漠里面。当时因为很多基督徒他们逃避政治迫害，他们就躲到沙漠里面去在那边生活跟修道。有一个阿爸呢，他叫阿加同，他是一个非常的有爱心的人。有一天他们很喜欢在沙漠里面呢，安静的祷告，安静的灵修。有时候人家来找他们呢，他们都不喜欢接见，因为他觉得
人家好像来慕名而来，会打扰他的安静祷告的时间啊，所以他们很珍惜他们自己可以在他们的房间里面去祷告，然后他们做很多的手工啊，拿去卖，有的人编一个篮子，有的人写字拿去卖，卖了以后赚到的钱呢，就是买面包买饼自己吃，然后剩下的呢分给很多的穷人。那有一天这个阿爸阿加同，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就把他做好的手工的东西拿到那个城里面要去卖啊。那卖掉以后呢，有些人比较穷，他就会把这些卖掉的钱买一些东西给他们，然后留下一小部分呢，他自己生活可以用。当他走到城里面去的时候，他走到一个广场，他看到有一个生病的游客，他不认识，因为小小的镇呢，大家都认识。他看到有一天怎么有一个游客来到这个广场，他不认识，可是他看这个游客呢，好像生病生得很重，但是呢，在这个游客的周围没有任何人理他啊，大家就从他旁边就这样走过去。所以这个阿爸阿加同就过去问候他怎么样，然后发现他没有办法走很远的路，他就在这个城里面呢，就租了一个房间，然后把这个人呢带到这个房间里面去，让他住在这个租来的这个小房间里面。可是他没有饭吃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阿爸阿加同他就决定，他不要回到他自己的沙漠的修道的地方去，他就陪这个不认识的人陪他住下来，跟他住在一起，住了4个月的时间。他在城里面呢，继续的做手工，然后去卖料的钱，他就去付房租，又买食物给这个不认识的游客吃，一直到这个游客经过了4个月，他的身体恢复健康了，他才送他离开。然后这个阿爸呢，他才自己又回到沙漠他的修道的地方去。这个阿爸呢，有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故事没有讲，我们不知道他得到了什么好处。让上帝来决定吧，让上帝来决定这个阿爸应该要得到多大的祝福，上帝自己来决定。这些故事是这些基督徒他们在操练我们刚刚读的耶稣的所讲的这个短短的这段故事啊，他们的经验。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你用一个小小的量器装了一点点东西给别人，上帝呢，可能就用这么一点点东西量了以后还给你。你如果用一个很大的容器去装了东西送给别人，上帝可能也是用一个很大的容器装了东西还给你。上帝对待我们的原则，我们用什么样的公正的原则对待别人？譬如说，我们不要去定别人的罪，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不要去审判别人。上帝就用同样的原则来对待我们。你也配得我这样对待。你如何对待别人？你用恩典、用怜悯对待别人，我也用恩典、怜悯来对待你。所以今年呢，如果我们想要经验到上帝的祝福，让我们一起来操练这2个功课，好不好？2个负面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做。一个是呢，不要去审判别人，不要去论断别人；另外一个呢，去饶恕人，然后去给。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上帝也要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我们。而且上帝的容器可能比我们更大。如果我们用非常严格的方式去论断别人，上帝可能也用非常严格的标准来论断我们，来审判我们。如果我们用很大的容器，带了很多的恩典去祝福别人，上帝可能用一个比这个更大的容器，把恩典装进来赐给我们。所以耶稣说呢，上帝要用10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把恩典、把祝福倒在我们的怀中，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愿不愿意来试试看，来操练？盼望今年呢，你可以在这些操练里面，你可以经验到耶稣所讲的这些话是真实的，这些恩典会临到你。我们试着去给别人，给周围有需要的人，给教会，给穷苦的人，
给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不认识的人，而且我们不带任何的期望他回报我们，我们就是给他，让他经验到上帝的恩典跟仁慈。上帝会不会还给我们？会的，上帝会用他的恩典来还给你。所以你可以期待这样做，你也可以期待上帝用他的恩典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这一年呢可以经验到你以前很少经验到的恩典跟祝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教导跟应许，我们渴望得到你的祝福，求你照着你的话语，把你的恩典跟祝福从天上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主，求你在每一件事情上让我们经验到你的祝福，但是求你也帮助我们效法你，把你给我们的恩典分享出去，给许多周围有需要的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